各位，歡迎收睇11點最前線，我係麥恬欣。警方凌晨喺金鐘龍和道清場驅散大批佔領人士，期間施放胡椒噴霧，一共係拉咗45個人。有示威者投訴被捕之後被警員毆打，傳媒亦都拍攝到有警員涉嫌對示威者拳打腳踢。警方表示展開專責調查，當中涉及7個警員，全部已經調職。行政長官梁振英話非常重視有關嘅指控，強調會不偏不倚處理。先由蕭樂文報道，警員被指涉嫌打人嘅過程。曾健超夜晚獲准保釋，離開北角警署。佢展示傷勢，眼角、額頭、頸部都有受傷，背部有多個圓形嘅傷痕。各位都應該喺新聞報道入邊睇咗本人被制服同埋冇任何反抗能力底下遭多名警察嘅暴力襲擊。經過法律諮詢意見之後，本人將會向警方及涉事嘅警務人員採取法律行動。星期三凌晨，當警員喺龍和道驅散示威者嗰陣，佢喺高處向警員淋液體，俾另一批警員制服喺地上。佢其後雙手被綁上索帶，俾幾名警員抬到暗角，懷疑遭拳打腳踢，據報歷時4分鐘。曾健超涉嫌非法集會同阻差辦公被捕，佢曾經被送到律敦治醫院驗傷。警方凌晨喺龍和道清場嗰陣，亦出現拳打、腳踢，又強行扯走示威者嘅頭盔。合作啲，好冇？有女示威者口罩被扯走。仲有傳媒拍攝到警員衝前，近距離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有線電視記者蕭樂文報道。警方話被投訴毆打示威者嘅警務人員涉及一組7個人，有關人員已經被調離前線行動工作。如果證實到佢哋係片段內嘅被投訴人，會考慮將佢哋停職。如果有資料顯示係涉及刑事成分，會循刑事程序跟進。蕭樂文報導。喺下晝4點嘅每日記者會上面，警方話涉及警員毆打示威者事件嘅係一組7名警務人員，強調會嚴肅處理。咁包括2位督察同埋5督察級嘅人員，同埋5位初級警務人員。現時呢，我哋同投訴人呢都未有即係時間攞到口供啦，即係對佢實際嘅指控嘅實際情況呢，我哋未完全掌握嘅。咁便於攞到嘅資料之後呢，我哋先可以確定邊一位同事係被定為投訴者嘅。調離崗位實咩崗位係文職呢？記者多次追問，許振德都冇交代涉事嘅警務人員被調職究竟係調去邊個部門，同點解冇被停職，只係話如果有足夠資料顯示涉及刑事，會循刑事方向調查。夜晚警方再出新聞稿補充，指7個人已經被調離前線行動工作。如果有足夠資料確定佢哋就係出現喺片段入邊嘅被投訴人，會考慮停止佢哋嘅職務。又指投訴課成立嘅2隊專責特別調查隊，由1名警司帶領，強調會公正調查，絕不偏私。而警方上晝6點半喺總結驅散行動嘅時候就話，警方使用嘅係最低武力。示威者高舉雙手，並不代表佢哋係一個和平嘅示威。佢喺呢個衝突過程之中呢，我哋見到佢哋呢有用佢哋嘅雨遮去攻擊警察，有用同呢個警察搶奪鐵馬，甚至乎用起腳踢警察。警方又指行動中有5名警員受傷，其中1個俾示威者推跌，右肩脫臼，另一個人俾遮拮傷眼角。有線電視記者蕭樂文報道。
一批社工到灣仔警察總部抗議，要求刑事調查有警員涉嫌毆打示威者嘅事。幾百人喺灣仔警察總部外聚集，坐喺軍器廠街嘅馬路上，大部分都係社工同埋社工系嘅學生。佢哋話有警員涉嫌毆打同樣係社工嘅曾健超，應該要進行刑事調查，要求進入警察總部報警。大批警員在場戒備，警方後嚟俾佢哋分批入去報警。抗議人士都譴責警方使用暴力。楊曉峰仍然喺警察總部嘅。楊曉峰批社工嘅行動結束未呢？係未嘅，咁而家仲見到咧，即係差唔多有100個即係社工啦、社工系嘅學生啦，喺呢個警察總部嘅門內咧排緊隊啦，就準備入去報案嘅。咁佢哋都話咧，就見到即係呢個社工曾健超咧，就係懷疑俾警員毆打啦，咁啊涉及刑事成分啊，咁啊所以想入到去報警咁樣噶。咁根據大會所講咧，即係由7點幾開始啦，到而家咧，而家即係大概係得40個即係人入咗去報警嘅啫。咁所以就見到咧，而家即係仲有大批嘅人咧，就坐咗喺門口嗰度啦，就等候入去即係報警嘅。因為警方咧都講咧，就話每次咧即係分批入去啦，每次只係可以有5個人入去報警嘅。而警方咧較早前咧亦都落嚟交代過啦，咁就係話咧就由於想加快嗰個即係個程序啊，咁所以咧都係即係已經加開咗櫃位處理，由1個變咗4個咁啦。至於警方嘅部署方面咧，就見到啦，其實附近啦，因為由於有一大班嘅示威者喺度咧就聲援啊，咁就坐咗喺軒尼詩道注入嚟軍器廠街呢一度啊，咁所以佢哋而家暫時都即係情緒比較激動啦，喺度嗌緊口號啦，咁所以都見到咧，即係有大批嘅警員喺度布防嘅，咁就佢哋都配備咗頭盔喺度，咁慎防即係呢批示威者出入嚟警察總部。好，唔該晒楊曉峰，麻煩你幫我哋跟進住啦。行政長官梁振英話重視有示威者自己被警方打嘅投訴，強調會不偏不倚處理。特區政府呢係重視呢啲投訴嘅，對類似嘅投訴呢，我哋都有常設嘅同埋有效嘅機制同埋程序去不偏不倚，對各方都公道嘅處理做法嘅。咁所以呢，特區政府呢會根據呢啲機制同埋程序呢去處理好呢件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話警方會公平公正調查事件。泛民議員就質疑點解無需停職接受刑事調查。聶佩琳報導。警察涉嫌打人嘅片段流傳之際，黎棟國上立法會接受質詢，佢先主動降溫。有關嘅人員會調離現行嘅工作崗位，調離崗位，可能你去叫佢去毆打第二啲嘅示威者。警方對事件必定會作出呢一個公正嘅調查。警察私刑，警察私刑，無法無天，無法無天。而身兼監警會成員嘅梁繼昌就對主席作出公開呼籲。郭林廣先生，我知你嘅公職好忙，好多公職，你一定要花多啲時間、心力去搞好呢個監警會監察警方處理投訴職能。本身係監警會副主席嘅林大輝，希望目擊者提供多啲資料。咁我係睇到有人係被一啲人咧係喺地上毆打，所以我好希望警方咧可以盡快咧向大家出嚟澄清呢件事。咁咪調查咯，我哋有正常渠道調查㗎。未徹查之前呢，我話任何人都唔應該妄下結論嘅。琴晚我電視睇到場面都好混亂，警方都受好大壓力。其他建制派議員有人話條片太黑，亦有人好似新任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吳亮星咁樣。我未有足夠資料。幾喺度俾你睇嘅喎。係啊，幾有。稍後先啦。好多人都睇咗條片。有線電視記者聶佩琳報道。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民建聯嘅陳鑑林、黃定光、李慧瓊同埋工聯會嘅郭偉強等等嘅建制派議員，開完立法會大會離開嘅時候呢，俾喺外面集會嘅人士指罵，指佢哋維護警員。由於通往立法會大樓嘅道路被佔領，佢哋要由立法會保安護送到中信大廈對面上車離開。
6個傳媒工會抗議警方喺龍和道驅散示威者嘅時候，罔顧新聞工作者嘅安全，嚴重踐踏採訪權。記協、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協會、壹傳媒工會、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同埋明報職工協會話，警方以不必要嘅武力對待記者。有記者出示記者證，手持攝錄器材，仍然被警方襲擊。龍和道石壆上嘅攝記亦都被警員拉扯。6個工會同組織嚴正抗議，促請當局調查同埋解釋，又要求同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盡快會面。10幾人響應網上號召，夜晚突然衝出中環嘅干諾道中掟雪糕筒，企圖堵塞道路。10幾個戴住口罩同面罩嘅網民喺夜晚大約10點鐘左右，突然衝出中環干諾道中同畢打街交界嘅馬路，破壞警方原本喺呢度架設嘅路障，又將放喺行人路嘅食環署垃圾桶同埋一啲雜物亂放喺畢打街，企圖堵塞呢段路。當時有唔少車經過要慢駛，佢哋搗亂咗唔夠5分鐘之後，就向金鐘方向逃走。大批警員之後趕到，即刻將雜物搬走，恢復交通，並向多個方向展開追捕。政府同學聯對話有新進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話，正係通過一位德高望重嘅中間人，醞釀重啟對話嘅日期。學聯話仍然未收到政府所指嘅中間人接觸，重申對話大門一直開啟。我哋而家喺度醞釀緊一個重啟呢個對話嘅一啲嘅安排咁樣，揾到一個適當嘅安排咧，我相信咧都會水到渠成嘅。個中間人咧係一個德高望重嘅中間人咧，我相信咧就我哋都會我相信司長今日都會再同該方面咧去聯絡。其實至今我哋都未收到任何即係所謂中間人去聯絡我哋啦。咁政府佢既然有個官方中間人嘅話，咁我諗係需要問翻政府其實佢嘅官方中間人係邊個嘅。咁但係我哋至今都覺得其實對話係需要並且歡迎對話嘅。咁如果係即係社會各界即係佢係可以做到橋梁去啟動翻個對話嘅話，咁我哋當然係歡迎啦。長實主席李嘉誠首次回應佔領行動，呼籲學生返屋企。李嘉誠透過電郵發表聲明，指回歸後一國兩制一直保障香港嘅生活方式，而政制往前走係保障50年不變後嘅未來。佢話理解同學嘅熱情，但係追求要以智慧導航，所有人都應該緊守法治。又指香港警隊一直守護法紀，如果法治缺堤，將會係香港最大嘅悲哀。李嘉誠話學生已經成功傳遞深情訊息。佢又話呢幾十年啦，中國改革開放嘅決心從來冇動搖，說明只要邁出第一步，空間就無限大。佢懇請大家唔好激動，唔好俾今日嘅激情變成聽日嘅遺憾，呼籲大家即刻返到屋企人嘅身旁。體育方面，